虔诚的听众，拄则甲咱各位所讲解的六祖大经，这是解说甲正文第17页，正文第17页上解头一节，解说甲上解头一节，这是解说甲自在解脱明无念行。下面要来解说就是若笔物不思，当令念绝，即是法博，即名边见。若笔物不思，就是讲假若啥物物件都无去解想，安尼叫做若笔物不思。这个笔物不思咧，就是指讲对于啥物物件呢，拢是无去解想。这个笔物，咱毋通个当作讲这是100项的物件。这个笔物就是讲种种的物件。那对于这个笔物不思呢，当令念绝。当令念绝就是讲应该呢，使令迄个念啊来绝。那这个意思啦，就是讲在迄个笔物不思迄个所在，你认为讲呢，必须把迄个对于种种的思念爱甲伊绝掉啊，甲伊当作安尼，这就是对。那安尼呢，就是一种的这个法博。这个意思啊，就是讲对于啥物物件你拢无甲伊想，但事实上呢，依照六祖慧能大师的意思，并毋是讲对于啥物物件无甲伊想，乃是呢无起这个分别心。你若是以为讲笔物不思，这是无念。结果呢，你即马着在迄个无念的所在，安尼啊，就变成啊，就一种的法博。这种的法博就是讲，去互即个无念即个法啦，来甲你拔掉咧啦。所以在前面咱也讲过，就是讲即个无念性，乃是啊，对世间一切万物无迄个分别念，也无迄个分别念呢，正就是提起正念来。这个正念同款啊，在咱这个六根运用自如，起来自由啊，并毋是讲参像迄个枯木插头啊，假使呢心啊，拢无即种的这个思念。毋是这个意思，所以对于这个无念啊，咱毋通错误，毋通以为讲将咱心的种种的思念做即马甲伊断绝，也有一个迄个无念迄个所在，咱将这个心着在迄个无念遐，咱毋通认为讲安尼这就是对。所以假如呢，若是笔物不思啊，当令念绝，即是法博，即名边见。那这呢，变成一种的这个边见。这个边见呢，就是讲偏在一边，这是偏在一边的这款的这个见解啦，就是执着在无的这边的见解。那既然是执着在无的这边的见解呢，就袂当好通达你有无自在。所以这个边见啊，就是甲迄个同一有无自在正见是一种对立，所以呢，这名叫做边见啊。那这段话呢是真正重要，所以六祖慧能大师教咱讲做无念，只是咱的心对着外面的境界，袂使在外面的境界这个所在起这种种的是非善恶等等的这分别念。
但呢，并毋是讲叫你迄个心啊，像即个插头，像石头，也着在迄个像插头、像石头迄个无念之中，并毋是这个意思。一边慧能大师，搁再叫一声讲善知识，讲我无念法者，万法尽通。我无念法者，见诸佛境界；我无念法者，知佛地位。讲假如你若是当来悟着即个无念法，就是讲会当好悟着即个无念的道理啦。也那呢，就万法尽通。这正正就是在前面我所解说迄个顿悟入道也文论所讲的。参讲迄个镜，因为内底啊，拢无啥物件伫咧，所以外面的物件若照落啊，内底就迄个影照出来。呀，外面迄个物件若摕走去呢，迄个镜内底阁是清清空空拢无物件。因为呢，内底是真清真明，所以啊，才会当好映出了种种的这现象咯。同款的意思，咱这个学人啊，因为心无染污，妄念不生，心究竟清净。因为心清净呢，才会当好生起了无量知见。会当好生起这个无量知见呢，才会当好万法尽通。这个万法尽通，正就是智慧照料作用。那是咱的心的分别作用啊。咱呢，只是着在某一个所在，只是着在某一个所在的根本啊，你这个心啦，无法度来统一万法。因为咱这个一般的智是一般的分别妄念，你看一项着一项，看一项分别一项。那结果呢，由你这个主观的观念来去看到外面客观的世界，也你所看的，因为心的心量啊真矮，所以所看的范围呢就非常的矮。所看啊，只是啊一个小小范围而已。假如讲你会当打破掉这款的妄心的分别念，安尼呢，就是啊，将你这个智慧给拍开了。你这智慧开迄个所在呢，所看啊，一切法呢，拢总会当好通。所以才讲做我无念法者，万法尽通。那为什么六祖慧能大师本来伊是一个伫咧错菜的人，讲起来伊也无读到偌济佛经，也无了解偌济文字，为什么有法度好来讲这个道理呢？就是因为伊是悟无念法，所以会当得到万法尽通。一边讲悟无念法者，见诸佛境界。讲悟到这个无念法的人呢，就会当好来见到诸佛的境界。这个诸佛的境界呢，就是一种的平等的境界，一种的无差别的境界。但是咱众生的境界呢，就是一种的差别的，一种的染污的境界。佛的境界是一种的清净的境界。所以你若是会当好来悟到这个无念法的人，你呢就会当好来见到这个佛的境界。悟无念法者，知佛地位。讲你若是悟到这个无念法呢，就会当好到达佛的地位。这呢前后啊，当然是有迄个次数。你若是会当好来悟到这个无念法，安尼呢会当得到自在解脱。虽然是讲略识出略文，在略定中呢，会当好来无染无杂，会当好来去自由通用无滞。那进一步，你的智慧开显，一切法尽通啦。无论是讲世间的事物、出世真理啊，无一项无通，逐项都拢会通。从这个所在进一步呢，你就会当到达迄个佛的清净的、平等的、自在解脱的境界。
到最后呢，你就会当好达到一个佛的地位。所以，咱要来得到佛的境界，要来得到佛的地位，修这个无念法就是。所以，禅宗就是以无住为本，以无念为宗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讲到这个所在，八节品第8段解说了，就说咧呢来解说第9段。讲善知识，后代得悟法者，将此顿教法门以当见当行，发愿受持。如是佛告：将心而不退者，定入圣位。然是传授将相以来，灭团吩咐，不得立其正法。若不当见当行，在别法中不得团咐，顺彼前人究竟无益。恐愚人不解，帮此法门，必劫前生，断佛众生，善知识。我有一无相常，各事相处，在家出家，但以此修。若不自修，为记误言，亦无有益。咱即摆呢，应该要来说解说这个道理。这段甲下面迄个说通及心通，以及到最后的迄个五即刹那间，甲这所在为止啊。这就是慧能大师希望把这智慧之法，会当好留保在未来。结果呢，就开始一个无相上，也就是慧能大师啊，希望将伊的想法会当好来流传，所以呢，就开始这个无相上。善知识，讲到这个所在，慧能大师又搁再叫一声善知识啊。讲这个后代啊，若是得到悟法者，就是讲若是后代有得到我的法门的人，伊的法门是啥物呢？就是顿教法门。所以下面再讲，假如后代若是得到我的法门的人，就应该爱将这个顿教法门，对于这个当见当行发愿受持。为什么叫做讲做当见当行？这个当见就是讲同款的见解，当行就是讲当心而行道。就是讲假如呢，若是有迄个见解同款的，也共迄个心要来行道的，就应该呢，要来发愿受持。发愿就是讲发起誓愿，受持这个受就是领受，这个持呢就是益持。安怎样才当领受呢？这个领受就是接受这个道理，对于这个道理听了呢，肯该接受起来。这就是受咯。要安怎样才当领受啊？就是因为有这个信力，有这个信力，所以呢，才会当好来领受。这个持为什么会当好来益持呢？就是有这个念力。将这个道理给领受了，在心肝底念念记忆不忘，这就是益持咯。那是在《法华经》这也是5种法事行之一。在这个信万宝训上有来讲四则领受在心不受将则一语不忘或持。讲开始领受在心，就是讲将这个道理该接纳在心中。
这呢就名叫做讲修啦。那到最后呢，就忆而不忘。就是讲对这个道理啊，常常该记忆掉咧，常常呢无会袂记哩，这个就讲持。所以这个发愿受持，也就是讲对这个顿觉法门，爱发愿来纳受，爱发愿呢念念不忘。但是这只有是在这个当见当行有可能。共见解，共有迄个心要来修行才有法度。即句讲呢，就是讲伊本身对六祖慧能大师这个顿教的想法啦，伊的见解呢共款。伊呢会当好来认同，才有办法。那教人讲伊根本呢见解不同，认为讲六祖慧能大师这个想法啦，这无符合着佛法的意义。也拿咱的当然这是无可能来发愿受持。虽然是讲迄个见解相同啦，但是必须有迄个心，共迄个心要来行道。有的人虽然是讲这个看法是甲你共款，但是这个看法共款，并毋是讲表示就一定伊会甲你做共款。伊讲对咱学佛修行，有的人呢，伊嘛是真赞成讲这个学佛修行是真好。当然见解共款咯，毋过你叫伊修，伊讲我无法度，伊袂当发迄个心出来。所以虽然是当见，不一定就是当行。你要当行呢，当然必须都系当见。这边讲如是佛果，如是佛果就是讲对于这个顿教的法门，六祖所传禅宗顿教法门啊。敢若参像树佛，这个树就是红树啦。讲敢若参像红树佛安尼啊，将心而不退，就是讲你一世人呢，拢无退转。也就是讲，对这个顿教禅宗的法门，你发愿好好来去受持，可以讲你规世人啊。拢是照呢好好来去受持，你的心也无退转，你的行也无退转，你的念也无退转。那呢定入圣位，你绝对会当好来入去这个圣位。那伫遮所讲的这个不退转，应该呢最主要就是在咱的心。你心若是会当勇猛精进，袂向后面去踢，这就叫做心不退转啦。有你这心的不退转，当然呢，才会当好xử理这个行的不退转啦。甲恁讲，你心已经伫咧退道心啦。本来真正认真发心用功，来伫咧参禅，来修这个六祖慧能的顿教法门。但是，甲有一段时间呢，你这个心嘛退啦，这就是心的退转咯。你既然心若退转了，无这个心的原动力，当然你就唔爱去参禅用功，这就不对。伫这所以六祖就是教讲啊，你若是会当来发愿受持，也对这个顿教法门该看作参像佛安尼。来去甲尊敬，安尼来去好好用功，终身不退，绝对会当互来入到迄个圣人之位。所以佢就讲做圣人，就是三乘圣果。这个三乘就是声闻啦、缘觉啦、菩萨啦、佛啦，尤其是这个声闻缘觉，叫做讲做二乘。搁再过来菩萨，再过来佛乘。总共呢，会当好呢，到甲最后的佛果地位去。一边讲人师传授从上以来啊，密传吩咐，不得立即正法。讲但是呢，必须爱传授从上以来。这个传授就是讲传互人。自这个呢，
来授予人。传什么呢？将相依赖，将相就是讲将这个上面，将这个上面，六祖是对五祖传的。当然五祖这是上辈者对传来，就是将相所传来。五祖又是对四祖传，四祖对三祖传，三祖对二祖，二祖呢对初祖达摩祖师传。但是讲到最根本啊，就是对这个达摩祖师所传来。密传吩咐，这个密传吩咐呢，就是讲以心传心，见性成佛。那为什么叫做密传吩咐呢？这个密传的意思啊，就是讲这个禅宗的传授呢，乃是在语言之外，所以名叫做密。这个禅宗的传授应该就是以心印心。你看，咱世尊在灵山会上，伫咧讲经说法，将一粒莲花摕起来，互大家看。当其时啊，有百万的人现象，个个你看我，我看你，搁再看迄个莲花，讲哎啊，佛祖讲经讲呢，啊无代无志，摕了莲花是要创啥？大家都毋知，只有这个摩羯迦尊者呢，慧眼的微巧，伊知了，知影讲世尊摕了莲花是要创啥？安尼就是佛啦，将伊的法来密传，互迦迦尊者。所以伊就宣布啦，讲我呢有这个正法眼藏，涅槃妙心啊，这个无上的佛法。已经传互摩羯迦，这就是密传的意思。这个吩咐呢，就是讲交代，意思就是讲，假如你若是有得到我的法门啊，必须爱自这个法界传出去，不得立即正法，就是讲毋通啊，将这个正法啦，给运起来，毋通将这个正法给暗砍掉。虽然现在是禅宗伫咧传法呢，接到法了一定要传出去。甲人讲接法了，若无传出去啊，安尼袂使。所以凡是有得到法的人，一定赶紧啊来找一个什么人是适当的人呢，就自这个法国再传出去。这正就是遮所讲的，爱传授将相依赖密传吩咐，不得立即正法。因为讲若不当见当行，在别法中不得传付，顺必前人究竟无益。讲你要传付伊一个条件，就是爱当见当行，就是讲见解啊，甲你共款，也共迄个心要来修这才有需要传付。假如若是不当见当行。那毋是当见当行的人，在这个别法中，就袂使咧传付。这个别法中是咧指啥物呢？这个别法就是讲指迄个毋是禅宗这派。这个别法就是讲另外的法，毋是禅宗顿教法本的法。就是讲伊这个人，伊的见解毋是在禅宗这边。伊呢，无要修禅宗之行，伊所修的呢是别个宗派法门，要拿呢就不得传付。你就毋通传付开，毋通传开，毋通交代开。为什么毋通传开，毋通交代开呢？讲顺必前人啊，究竟无益。讲你若是传开啊，你只有顺着前人，前人就是讲。在你面头前要来接受你法这个人，你只有去顺着这个人，究竟无益结果呢，根本是无一点仔利益。为什么会去顺着前人究竟无益呢？因为既然伊毋是修禅宗的人，你将这个顿教的法门来传互伊，
第一啦，伊无迄个心要来修，或者是讲根本伊都毋是即个根基啊！你将即个遮尔正高深的禅宗法门来传开，伊修嘛是修袂来。甲恁讲，伊毋是即个根基修袂来，呀，伊又阁是得到即个禅宗之法，想要甲修看觅啊咧。呀，那呢啦，修来修去啦，有当时阵呢变成会走火入魔。在所有修行中啊，最容易出问题就是属于禅宗。这是咱伫咧学佛修行人必须要了解，因为禅宗的法门，这是一种的心地法门。禅宗的法门呢，这是一种的无形无相的内心的修行，也可以讲就是将咱一般的众生心要来给改造。咱本来心就是一种的妄念分别的心，这个妄念分别的心，咱用了惯习。呀，即马你自这个心要甲伊改造啊，无简单啦。等于讲你本来伫行即条路啦，甲你打断了，甲你打破了。但是你必须要找一条新的路来行咧。你又阁无法度找一条新的路来行，就是讲你无法度咧来上功夫。这个禅功呢无上手，但系啦，你这个心毋知要甲安置伫倒位啊。等于讲，你一条旧的路，甲你弄歹，新的路阁无开出来，你无路好行咧，无路好行，变成乌白行，行来行去，撞来撞去，变成咧撞唔到路去，就变成走火入魔。所以伫这所在，慧能大师伫咧讲，那是在别法中啊，就不得团赴，因为恐惊啊，损弊前人，究竟呢对这个人是无利益，也就是这个意思。最近先听讲。咱今日节目时间讲到，所以我甲咱各位所讲解的六祖坛经就讲到这个所在。感谢诸位收听，祝诸位法喜充满。